Hello，大家好，我係路人醫啊，今日就參加咗由印跡天下舉辦嘅廣州加清遠純玩2天團。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就係99蚊嘅團費已經包咗2場大型嘅實景表演，可以喺融創樂園裏邊睇夢迴嶺南同埋融創國際大馬戲。夢迴嶺南係相當精彩，係值得一睇嘅。融創大馬戲都係內容豐富，酒店方面就會入住精品5星清遠潮萬酒店。仲可以食埋12斤脆飛魚多味燒雞宴。想知道呢個團好唔好玩同埋抵唔抵玩，咁就要繼續睇埋落去啦。如果你對呢類型短線旅行團嘅資訊都有興趣，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咁有新片出嘅時候啦，咁就唔會錯過啦。首先都講返旅行團嘅資料，呢個旅行團係由印跡天下舉辦嘅，咁就係廣州加清遠純玩2天團，團號就係 JS-QYB02。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就喺廣州融創樂園裏邊睇2個大型實景表演，包括有夢迴嶺南同埋融創國際大馬戲。酒店方面就係住精品5星清遠潮萬酒店。團餐方面就會食12斤脆飛魚多味燒雞宴同埋佳肴百素自助午餐。景點方面會去融創茂大型商場同埋學工墟街市。團費方面就係99蚊，另外再加每日80蚊嘅導遊費，2日加埋呢就係160蚊嘅導遊費。報咗呢個團之後就會再送多一個江門純玩1天團，就係零團費嘅，只需要俾嗰日嘅導遊費80蚊就可以。我自己就選擇咗喺深圳灣口岸集合，時間就係上午9點30分。如果喺福田口岸集合嘅話呢，時間就係上午8點30分。等緊團友嘅時間就發覺出租車同網約車嘅等車地方呢已經做好咗㗎啦，咁以後 call 滴滴啊呢啲網約車呢就方便好多。等齊晒深圳灣口岸集合嘅團友，我哋就跟住導遊呢一支 J13號旗去深圳灣口岸嘅停車場嗰邊上車。嚟到深圳灣口岸停車場呢邊，我哋就跟返導遊嘅指引啦，咁去揾返我哋嘅旅遊巴。嚟到旅遊巴呢度，團友就將啲行李先交俾司機，然後上車準備出發。KITTY 嚇，係啦，戴咗頂帽認唔到呢個 Kitty。嗱，我真係帶咗 Hello Kitty 出門㗎 ，Hello Kitty 嚇，係啦，咁大家可以叫我文文啦，或者叫我 Kitty 啦。啊，呢2天啦會負責大家衣食住行，保證大家食得開心、玩得開心嚇。導遊就每人派1嚿水，咁但係點解明明參加印跡天下嘅團會派咗關鍵旅遊嘅蒸餾水？咁就要聽下導遊點樣解釋啦。我哋公司啦，同關鍵公司係咩呢？咩關係呢？首先啦嚇，係啦，父子關係。父子關係其實就同一個老細啦嚇，所以無論係印跡又好，關鍵都好啦嚇，車嘅 logo 又好，包括咧水都好啦嚇，其實係同一個公司，唔使擔心嚇。大約11點鐘嘅時間，我哋就嚟到麻涌服務區，咁就可以去廁所鬆一鬆。而家服務區嘅設備都完善，咁好似呢個麻涌服務區喺正門口呢度入去呢，已經有一排按摩椅，咁可以喺呢度啦按摩鬆一鬆，咁但係就要俾錢嘅。亦都當然有食肆啦，咁好似呢間72街呢，就係食紅燒排骨飯嘅，對面亦都有間富新者係食台灣牛肉麵嘅。
前面仲有間錦當鮮，咁就係賣牛肉餅嘅。轉角位呢度就有呢間姑媽豆腐花。除咗豆漿之外啦，咁都有賣油條、老婆餅同埋葡撻。再行前啲嘅位置就係洗手間。服務區裏邊通常都有小食店嘅，咁好似呢間外星貓啦，個小食嘅款式啦都相當多嘅，咁包括有中式糕點啦，仲有雞髀同其他小食，仲有魚蛋同埋牛丸。如果團友未食早餐啦，咁就可以喺呢間外星貓嗰度啦買啲小食。去完服務區就上返旅遊巴繼續行程，去食我哋今日嘅午餐。大約中午12點，我哋就嚟到竹園軒食午餐。午餐就係12斤脆飛魚多味燒雞宴。入到嚟見到餐廳嘅環境就普普通通簡簡單單啦，咁但係都乾淨企理同埋坐得舒服嘅。導遊就帶領團友去返角落頭嘅位置啦，咁我哋呢一團呢就4圍台嘅。店員首先送上就係芫茜魚湯。味道都幾鮮甜，同埋應該冇落味精嘅。跟住就有白飯任裝，呢個白飯嘅賣相都幾靚，用個精美嘅木桶裝住啲白飯。跟住就到今餐嘅主角，店員就拎咗呢個大型嘅燒雞菜式擺咗上台。好多團友就上機食先，同呢個菜式打卡影相。燒雞上面主要嘅菜式就有脆肉丸、蒸魚、粟米、肉丸同埋番薯。另外一個菜式就係茶樹菇炒牛肉。食完飯之後仲有免費雪糕，咁喺個冰櫃入邊呢，咁就有好多雪條啦，咁你可以慢慢揀返適合自己嘅口味。呢間餐廳其中個招牌菜就係冬瓜盅，所以餐廳裏邊呢就有好多圓條嘅冬瓜喺度。食完午餐之後就上返旅遊巴去下一個景點，就係融創貿大型商場。大約下午1點20分左右，我哋就嚟到融創貿大型商場。導遊通知我哋團友3點20分會喺返大門口呢度集合，我哋會大約停留喺個商場2個鐘頭左右。商場戶外嘅位置呢，有個地方可以俾我哋餵白鴿嘅。商場嘅戶外位置都有幾間茶飲店，包括有蜜雪冰城。仲有呢間順德粥底火鍋店。睇完商場戶外嘅環境，咁就由正門入去睇睇商場裏邊嘅環境。一入到去就見到做緊車展，就係呢個牌子極狐汽車喺呢度做緊車展。再行入啲就發覺有好多金鋪，咁有6福珠寶，仲有金至尊。隔離又係6福珠寶，跟住又有周大福。呢間商場比較特別啲，裏邊有一個極雪奇蹟嘅滑雪場。另外又啱啱做緊一個次元之域動漫嘉年華。成個商場嘅中庭位置啦，都擺咗好多關於呢一個動漫嘉年華嘅攤檔擺咗喺度。落到地庫嗰層呢，就見到呢間永輝超市。咁呢間永輝超市呢，就標榜係學習伴冬來嘅超市嘅。咁呢一間永輝超市啦，喺深圳嗰度呢，就好受歡迎嘅。呢一間呢，而家就裝修緊，要到5月30號呢先至開業。上到去商場3樓嘅位置就比較多香港人熟悉嘅餐廳。咁譬如呢間太二酸菜魚。呢間探魚香港人都好熟悉㗎啦，喺深圳呢就有好多分店嘅，咁就係專食烤魚嘅。大約下午3點20分，我哋就離開商場，上返旅遊巴，咁就去今個行程嘅重點，咁就係融創樂園。大約下午3點30分，我哋嚟到廣州融創樂園，導遊就先去售票處做手續啦，幫我哋嘅團友攞門票。攞到門票之後，導遊就將啲門票咧逐一分派俾我哋嘅各位團友。
門票其實係一條手帶嚟嘅，入融創樂園啊，睇大馬戲同埋睇夢迴嶺南啦，都係靠呢條手帶啦入場嘅。然後導遊就帶領我哋團友啦，經過呢一個融創樂園嘅入口啦，入返園區裏邊。再行多一段路之後啦，就嚟到大馬戲嘅入口位置。融創國際大馬戲會喺下午4點鐘開始嘅，導遊就建議我哋早少少入去，因為裏邊係冇劃位嘅。如果早少少入去啦，就可以坐到啲比較靚嘅位置。来到广州融创大马戏，希望我们的演出给您帶來無盡歡樂與難忘的回憶。您的掌聲再次肯定了我們青春洋溢。融創國際大馬戲會喺大約下午5點鐘完結，咁出返嚟之後啦，都睇下融創樂園嘅其他設施。咁融創樂園除咗係有表演睇之外啦，咁都有其他嘅機動遊戲可以俾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去玩嘅。下一個表演夢迴嶺南會喺晚上7點鐘開始，因為呢個團咧晚餐咧係唔包嘅，咁需要團友自費形式啦，喺園區裏邊咧揾餐廳食晚餐嘅。因為喺園區裏邊咧餐廳嘅選擇都唔太多嘅，咁所以就揾咗呢一間廣優茶餐廳啦食晚餐。入到嚟見到餐廳嘅環境就普普通通啦，咁亦都要買咗飛先至可以攞食物嘅，咁亦都有個好大嘅顯示牌啦，寫低咗有啲咩食物選擇。見到餐牌上邊咧食物嘅選擇都唔係太多嘅啫。我自己就選擇咗乾炒牛河同埋一杯凍奶茶。呢個乾炒牛河就要39蚊，咁老實講個份量就比較少啲，同埋個味道都只係一般嘅啫。凍奶茶就要15蚊一杯，咁都係啦，個味道啦，我自己都係覺得普普通通。導遊就約咗我哋團友6點20分啦，就喺夢迴嶺南嘅入口呢度集合，咁啊等齊團友啦，咁大約6點30分左右啦，就入去夢迴嶺南睇表演。導遊都係建議我哋早少少入去，因為夢迴嶺南咧裏邊都係冇劃位嘅。如果想坐啲比較靚啲嘅位置咧，就早啲入去。同埋佢喺6點40分開始咧，已經有一啲唱歌嘅表演嘅。入到去經過走廊，我哋就嚟到大型舞台嘅位置。入到嚟見到個舞台咧都相當大嘅，咁而且咧係戶外形式嘅。座位方面呢，就呈一個半圓形嘅，咁座位嘅數量都相當多啦。咁當然最理想嘅位置呢，就係對住舞台嘅中間位置。大約喺黃昏6點40分已經開始有唱歌表演。
大約晚上8點鐘睇完表演之後，導遊就帶領我哋團友上返旅遊巴去今晚入住嘅酒店。由廣州融創樂園去到清遠嘅酒店呢個車程係比較長啲嘅，咁大約要1個鐘頭。大約晚上9點15分，我哋就嚟到清遠嘅潮萬酒店。入到嚟酒店大堂，見到個裝飾都唔錯嘅，咁而導遊啦，亦都喺前台嗰度啦，幫我哋嘅團友辦理入住手續。我自己咧就分派到233號房，搭電梯上到2樓揾返我自己233號房，大個水牌就將啲房號加咗個8字，咁唔緊要啦，咁啊出咗 lift 之後轉右再轉右啦，經過長長嘅走廊，咁就揾返我自己嘅233號房。入到酒店房就做返 room tour 俾大家睇睇。房中間就有一張大床，床嘅兩邊都有矮櫃啦，咁啊亦都有電話同埋插蘇嘅。矮櫃上邊都有小型茶水間啦，有杯同埋電水煲。近窗邊嘅位置就有一張貴妃椅啦，咁可以俾人休息。貴妃椅隔離就有張凳啦，同埋一個茶几。喺轉角位呢度呢，就有個小型雪櫃嘅，咁而家天氣熱啦，咁就可以買啲飲品返嚟啦，咁啊雪凍佢啦。喺大床前邊呢，就有個電視機，咁導遊嘅資料呢，就話呢個電視機呢係收唔到無線嘅。用另一個角度睇睇間房嘅情況，咁呢間房設計得幾好嘅，咁有個好大嘅玄關位，同埋個衣櫃呢係嵌入咗入埲牆裏邊嘅。跟住睇睇廁所嘅位置，咁啊廁所嘅設計比較高級啲啦，咁用雲石嘅，咁而且個洗手盆嘅位置都比較大啲。洗手盆嘅一邊就有2隻杯喺度，另一邊呢就有個藍色嘅盒仔，盒仔裏邊呢就有一啲一次性嘅梳洗用品。洗手盆上邊就有一個小型嘅活動鏡啦，咁方便女士們化妝。洗手盆隔離嘅位置就係坐廁，坐廁上邊啊都有毛巾啦，咁而下邊坐廁個位置啦都相當寬敞嘅，咁就唔會太逼夾。坐廁隔離就有個淋浴間，淋浴間要提供咗頭頂嘅花灑啦，咁一個手揸嘅活動花灑，咁而沐浴露啊、洗頭水啊嗰啲都有提供嘅，咁啊冷熱水都齊備。而且個花灑嘅水壓都足夠嘅。廁所前面就有個衣櫃，咁呢個衣櫃就嵌入咗埲牆度啦，咁就比較美觀啲。咁衣櫃裏邊亦都有提供啲衣架啦。咁有衣架就方便我哋掛衫。衣櫃嘅底部都有提供拖鞋同埋風筒。喺酒店房嘅玄關位置，亦都提供個長形嘅全身鏡。睇完酒店房之後，就落去下邊啦，睇睇酒店附近嘅環境。其實酒店附近咧都方便嘅，有便利店啊、酒吧，同埋附近都好多食肆嘅。因為都有啲肚餓，咁就揾到餐廳附近啦，有間24小時營業嘅粵式茶點嘅餐廳。餐廳名就叫明月軒茶居。入到去就見到餐廳嘅面積都相當大嘅，咁而喺裝飾方面呢，都古色古香。我去到嘅時候就大約晚上10點鐘，但係都見有好多人喺度飲緊茶、食緊嘢。
我自己就簡簡單單叫咗一個牛腩河，個價錢就19蚊，另外仲要收5蚊茶位費。咁但係個食物質素就一般啦，啲份量又唔係太多啊，個牛腩又炆得唔夠腍。到咗第二日嘅朝頭早，咁就影一影酒店房外面嘅景觀俾大家睇睇，其實都係以樓景為主。由早上7點鐘開始就可以去到酒店地下呢一間御暖湯屋呢度食自助早餐。餐廳面積就唔算好大，同埋個環境就比較普普通通一啲啦。咁但係都乾淨啊，坐得舒服嘅。咁一入嚟其實就係枱凳凳啦。咁如果攞自助餐食物呢，就要去到最盡頭近住廚房嘅位置。先睇睇自助餐區有啲咩食，有幾款中式包點、餃子、燒賣同埋糯米包、炒河粉同埋炒菜，仲有炒麵、腸粉同埋炒米粉，仲有2款霎菜，有霎蛋，另一邊就有粟米同埋番薯。甜品有紅豆沙，粥品方面有2款，有瘦肉粥同埋麥米粥，隔離就有香腸仔，仲有蒸餾水。飲品方面就有檸檬茶同埋豆漿，仲有清茶。轉角位呢度有啲配料同埋調味料，隔離就有個自助形式嘅粉麵檔。另外仲有幾款甜點同埋蛋糕仔。水果方面有番茄仔，同埋有甜橙。餐具就可以喺近餐廳門口位置呢個大櫃呢度攞到。食完早餐就影影酒店個外觀俾大家睇睇。咁酒店本身個樓層都幾高下嘅，咁同埋附近呢都係以住宅區為主。酒店對面都方便嘅，咁已經有一間足浴保健嘅會所啦。咁成條街啦都有好多餐廳啊、餐飲店嘅。返酒店房休息咗一陣，到早上9點15分就要退房，同埋離開酒店，上返旅遊巴啦。咁就去下一個景點，就係學宮墟街市。到咗上午9點45分，我哋落咗旅遊巴，由導遊帶領我哋去學宮墟街市嘅入口。我哋會喺學宮墟街市自由活動1個鐘頭，1個鐘頭之後啦，咁就喺返呢一個入口呢度集合。入到去街市近入口嘅位置啦，就連續有3檔啦，咁就係賣燒肉啊，咁同埋賣一啲啦鹽焗雞嘅，咁其實睇落啲質素都唔錯嘅。入到街市中段嘅位置就以賣肉類為主，咁見到呢檔肉檔啦，咁面積都幾大，咁掛晒啲肉出嚟啊，咁睇到幾新鮮，咁而且呢，亦都有家庭主婦喺度買緊。去到街市嘅尾段啦，咁就以賣海鮮為主，咁好似呢檔啦，咁將啲海鮮擺晒出嚟，咁慢慢處理啲海鮮。另外咧都見到啲青蛙啦，好生猛啊，仲喐緊嘅。出到街市之後啦，見到啲巷入邊咧，其實都好多人喺度買緊餸嘅，咁亦都有譬如牛丸啊賣啦，咁其實都好熱鬧下嘅。行完街市之後，大約11點15分，我哋嚟到御膳齋素食館食我哋嘅午餐。呢間素食館係食素食自助餐嘅。呢間素食館嘅位置又比較特別啲，咁就喺一間酒店入邊嘅。我哋行入呢間興興主題酒店，直入轉左啦，就會去到我哋嘅素菜館。入到嚟見到餐廳嘅裝飾就比較新派一啲，中間嘅位置就係攞自助食物嘅地方，咁而導遊已經預先安排好啦，我哋團友就坐埋一個角落頭嘅位置，咁已經擺好晒啲餐具噶啦。都出去自助餐區睇睇有啲咩食，咁有2款嘅粥品啦，另外仲有3款嘅湯品，跟住有粟米同埋番薯。仲有2款炒飯，跟住就有炒麵同埋炒河粉。
呢邊就有炒菇類同埋番茄煮蛋，跟住有炒西蘭花、炒西芹同埋炒荷蘭豆。隔離就係煮矮瓜，喺上邊嗰層就有啲配菜啦，咁同埋幾款涼菜。最特別就有2款素壽司，咁我自己食過啦，都幾好味嘅。另一邊呢，就以中式糕點啊，咁同埋包點為主，咁亦都有餃子嘅。咁最特別就係佢下邊呢，有啲蒸氣升上嚟啦，咁啊焗住啲包點啦，咁啊保持住個溫度嘅。另外都有幾款生果嘅，咁包括有蘋果同埋橙。喺水果隔離就有啲調味料啦，咁同埋一個自助形式嘅粉麵檔，亦都有提供白飯，亦都有提供幾款嘅甜點，包括有蛋撻。飲品方面有提供白開水、羅漢果菊花茶、玫瑰花茶，同埋隔離呢一個呢，就係粟米汁。食完素食自助餐之後，我哋又上返旅遊巴去下一個景點紅北讓白菇園。大約下午12:45，我哋嚟到紅北讓白菇園呢度。坐低咗之後，我哋就可以試呢度嘅靈芝茶。呢杯靈芝茶飲落嘅味道就甘甘甜甜。呢度亦都有個展銷廳俾我哋嘅團友自由選購嘅。好似呢個蟲草花就39蚊一包，另外呢個雞骨草啦就18蚊一包，咁其實都幾大包下嘅。離開咗紅北讓白菇園，我哋就回程返深圳嗰邊，咁中途啦都會停返霞涌服務區。今次我哋就由霞涌服務區嘅後門入去，咁啊團友都去廁所度鬆一鬆先。去完洗手間之後，都喺返後門呢一度出返去，上返旅遊巴，返深圳嗰邊啦，就散團。大約下午5點鐘左右，我哋就返到深圳灣口岸呢度散團。咁就結束咗呢2日嘅行程。呢一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觀看。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可以點讚、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最重要係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